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这，就是这个所在。小朋友，来到这个所在。今日我带恁来，就是要摕宝藏。啊，毋过我甲恁讲哦，摕宝藏台语也足好，恁台语好无？好。石门是我来摕宝藏啊！队长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今仔日真欢喜哦，我要找智慧之神，也有红记记、白色色，要来去苗栗西夜市。啊，毋过哦，阮身边哦，就无苗栗的朋友，通好推荐呐。哦，苗栗的朋友，拄好阮的小朋友拢是苗栗来的，恁敢会当甲大家介绍一下？阮若是去苗栗，会当去倒位西夜市？中港，中港西夜市，除了中港，还有其他所在无？国泰夜，国泰夜市哦，就这两个夜市，你去试试好无？哦，那呢，小朋友，若是去夜市啊，除了有好食的物件，啊，搁有啥物好耍的佚佗物？好耍的佚佗物，啊，全你去夜市啊，拢耍啥？拢会使社会标。社会标。正确的念法是社会标。哦，社会标。对。我拢会去河鱼啊，好鱼啊，我拢会去拍纸仔台，我拢会去射气球。射气球。大家哦，拢真厉害，即马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有困难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地人地下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来，小朋友，就是这个所在啦。哎呦，西亚市哦，来食烘猪肉哦。烘猪肉，上好食烘猪肉，你咧食哦，智慧之人还能互你食哦。来，看。我来找你啊。坐车看风景，坐船看海，咱若是要买猪肉，就来遮紧啦。1年365天，今仔日上好康有偌好康，1,500。1,500，就贵啊！就贵。啊，伤贵啊！伤贵啊，降价。我想讲阮哦降价哦，降价。无恁感觉偌济合理？啊，全你感觉偌济？1块。1块有合理？我感觉你这无合理。而且小朋友敢若对夜市啊有拢介了解，你即马就来考恁，甲夜市啊有关系的物件。好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啊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啊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哇！伫题目要出来进前哦，我就开始想到台湾的夜市啊，实在是太好食，真正流嘴烂呢。啊，全你平常时拢爱食啥？若去夜市啊？拢要食鸡排啊，要食鸡排，啊，还有啥？搁唔知呢，我拢食鸡的。拢食钱的，就是专门拣钱的来食就对啊。是啊。啊，咱加派。我平常时去夜市啊，我会食蚵仔面线加蚵仔煎。哦，蚵仔面线、蚵仔煎。啊，咱的姚凡，你若是去夜市啊，拢食啥？蚵仔煎。蚵仔煎啊，其实因食的拢是做咱台湾味的小食咧。啊，你准备好要接招啊未？准备好。好来哦，现来噶，来，注意食无？阿转。哦，来，快紧，加油！快紧！好，霸王。水，哦，标准哦。真标准，加派好。鸡排。哎呀，拢是恁爱食的哦。啊，上
你甲牵落啊！伤紧伤紧。赶紧开！嘿啊，佮走出来，加油！看好准，好，萝卜饭，水啦！好姐，哇，好食，看好准哦。好，蚵嗲，水哦，真内行呢。阿田蚵仔煎， ，good，真好，好，加吧，米沙豆，赞哦，拢是你爱食的呢。好，收者哦，到底是啥？全部要紧，好，安尼叫的，紧把时间，臭豆腐，水哦，过来，好啊，不对，看好准哦吼。嘿，牛皮鸡，赞啊！米线，不是，你个另外一种。新闻菜，啊，水啦！好，加油！过来一个，等下你个，真熬！哎呀，听得出来。唔知，好，唔知好。阿姐，我收紧啦！好，麻油鸡，好，水哦。敢若真厉害哦，大家拢讲出来哦。收者，好，唔知紧嘞，来，阿姐，来进来，来，加油，够时间。哦，挂包，水哦。嘿，鸡肉饭，对，鸡肉饭。嘿啊，开始煮啊！好，鸭明蛇，水啦！过来，搁一只，搁一尾，搁甲接起来。你是咪？你想看，有当时配肉丸的食，顺汤，来，搁一只，什么汤？素心汤。水啦！哎，后生你有接到啥？啊有讲到啥？搁你想起这个物件，你最想要食的无？鸡肉饭，鸡肉饭哦，你看鸡肉饭最好食有，搁迄个鸡肉真大块，啊有一个爱念肉粽啊，拼音的无好念，迄叫肉粽。肉粽，啊另外一个是本丸，饭丸，啊搁有润饼糕，啊即摆拢学晓啊，啊巴肚嘛拢开始枵起来啊，真好，哇！隆重着15题，当摕到一个金块哇，真厉害呢！哦，第一关就这厉害啊！第二关，希望恁继续加油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台语上练档，连下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，看绕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咱台湾各地夜市是真有名，啊，特色也无啥共款。哦，有一个夜市一定爱开讲一下，因为伊是台湾唯一入选世界前20名上出名的市啊，伊就是鸡人庙口夜市。我若想到鸡人庙口夜市，我想到足济啦。我爱去食鼎面趖、卤肉饭，也是熟芳糕。熟芳糕，恁敢知是啥？熟芳糕就是营养三明治，上出名的拢爱排队哦。好，今麦要来甲恁考试啊，准备接招，起来噶！好，开始 Q， 开始 Q。啊，还紧嘞！嘿，甲放个涂骹好啊，免管伊。紧嘞！好来，啊，换好食。加油啊！家己买物件，人客家己买物件。会去家己买物件。好来，继续 Q 嘞，第二题。来，进来。第二题无是啥物嘞？好，请我这好看。阿爸上班的时阵，这个物件，用碟第二个倒位？是一个包到一款了。扣头，用伫扣头。扣头，啊，还有无？啊，还有无？扣头。
我唔使鋪頭。好來繼續，要較緊嚟，要較緊嚟。我落緊條。加油加油哦！查某囡仔愛水，姐。愛打這個。哇，足緊哦！足水就知影。係啊，足水就知影。真水哦！緊嚟緊嚟，加油加油！我要放棄。拍這個物件哦。用完加油加油！係。好，這裡愛刷。5個題目對咱來小朋友是速度上緊的一遍。真正足緊的，足厲害咧！啊，毋過哦，雖然有速度，啊，毋過迄個準度敢有夠？咱來看覓下先。哦，第一個題目，你是安怎形容的？人客會去甲伊買物件，人客要甲人客買物件？阿全你哪會選到一個？啊，就頭一擺就足緊張。有緊張，嘿，應該是一個對唔對？是。對，人客去找啥買物件？頭家。对，安尼就過關啊，知影啦。這一個可能緊張吐唔到去。哦，啊，刷落來，哦，批大，頭你是安怎形容的？阿爸去上班的時陣，嘿，就甲這個物件嘿，家咧倒位？褲頭。對，頭先有講到褲頭，你是毋是聽到褲頭隨現這個？應該是吧。唔是，我係講，伊拄則聽到褲頭，伊講褲頭，隔離台我就講一隻。我想講褲頭是一個。伊想講是暗領，所以你若是甲批大囥佇遮，這足新的情法咯吼。頭先咱第三題啦，嘛有一個關鍵，我恁講安怎講？查某囡仔愛水，真正查某囡仔愛水的。第一個想的就是手款，啊，全這個時陣就速度足緊的，就啪就水掉啊，就好路誒。足有效率的啊。再來就是你上愛耍的，咱互咱的玉環來形容者，因為頭先一直咧 Q 嘛，無機會通啊形容。若是你安怎形容？伊有一粒一粒的珠仔，會使甲伊拍出去。珠仔，唔使講到珠仔。對誒，伊一粒一粒安怎？球啊，球啊。一粒圓圓嘛，因為咱通常攏會講拍珠啊，對唔對？大家攏講拍珠啊，其實咱是用劈珠啊，劈，因為咱的漢字無這個字啦，無這個劈這個字，所以因攏會甲伊寫做拍，就拍，嘿，所以就是變攏大家攏會想講，哎，拍珠啊，拍珠啊，拍珠啊，其實上正確的講法是劈珠啊，劈珠啊，安尼有學到無？真正足夠的，抱我雙腳甲吹一下，好無？攏總着着4題，會當摕到一個金箍箍。哇！恭喜摕到2個金箍箍，你保中的機會愈來愈晏。啊，毋過袂緊，還佫上厲害的一個關卡，準備這招힘來甲！選你無毋對，這關要來看影片。內底會有題目，白謝謝甲紅吉吉會講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就要判斷選看誰才是對的。若是選唔對，恁就會失去2位隊員；若是選了對，就會當摕到金箍箍。好哦，安尼算起來，咱頭先有去恁的家鄉的中港夜市吼，國泰夜市，咱嘛有去家人廟口，即馬。咱來去桃園的中壢夜市，咱做伙來踅夜市咯，힘來甲！夜市的文化是台灣最有名的特色哦。今仔日咱來到中壢的夜市啊，先來甲大家報一檔愛排隊才會當食會到的好料哦。這檔臭豆腐哦，最好食款的呢。我哦，才聞到味都擋袂掉啊啦。閣有大腸到小腸，嘛是我上愛食的。毋過哦，逐擺講到大腸到小腸，我就想到一句台語叫做“大腸過小腸”。請問大家敢知影“大腸過小腸”是啥物意思咧？大腸過小腸，變用過的，到底啥物意思啊？白謝謝紅吉吉。紅白大車拼，聽我白謝謝一定贏。足簡單呢，這個腸甲小腸咕嚕咕嚕叫。
所以哦，伊两个人咧相过，代表就是巴肚枵的意思，安尼你知影无？这个意思嘛，小过啊，巴肚枵。好，咱先搁听看觅红记记安怎讲。看我红记记，甲白写写电甲金死死。我甲恁讲啦，即句话吼，就是讲你的肠仔肚，你的胃肠吼，足痛的，啊伊的肠仔肚拢安尼嘎做一伙，所以哦叫做大肠过小肠哦。哦，安尼哦。肠仔无爽快。无爽快，胃痛，肠仔痛。一个是巴肚枵，一个是无爽快，敢若是安尼吼。对。好，咱来想看觅，你感觉是倒一个？阿璇，你感觉是倒一个？感觉是红记，你感觉是红记记？啥啦？因为伊讲的较有道理。较有道理。毋是我看起来较高水吗？你想者啊？哦，伊讲嘛有呢。啊，你感觉倒一个人讲的较有道理啊？白写写，白写写，为什么是白写写讲的？敢若有听过。哦，大肠过小肠。巴肚就枵的意思。巴肚枵哦。有还嘞。甲伊共款。所以你感觉是巴肚枵？对。啊，加拍咧？我敢若白写写是对的。嘛是巴肚枵的感觉，所以你有三个是选白写写，一个选红记记，所以恁的答案是白写写。好，敢安呢？所以恁的答案是白写写。好，敢安呢？真厉害啊！其实哦，真正就亲像伊讲的啊，大肠甲小肠因就是足近的嘛。啊，若真正巴肚枵的时阵，因的肠仔就安尼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啊，就亲像你冤家的感觉，就过来过去，互恁摕到半个金箍箍啊！咱来看觅后一题。中立夜市啊，除了有足侪好料以外，阁有真侪会当耍的蛋哦。其中上有古早味的，就是劈烟肠的猪仔台。猪仔劈了后，算看几分，会着几条烟肠，着看你的运气啊哦。足侪人来夜市啊，拢少想要抱奖品回去，所以社标嘛是上夯的蛋之一咯。若讲到好耍的佚佗蛋，恁敢捌耍过即种的？请问大家敢知影即种耍的方法台语要安怎讲呢？捌耍过无？有。啊，恁去拢安怎讲？我要算钱互伊落啊！你嘛袂讲。伊才50块100块。啊，因为大人细人啊。是去个会记个介绍。会介绍。唔知安怎讲啊？知影介绍。我就是要去算这啊！我互伊钱，伊就互我物件，我就开始算啊。一个拿安尼。一个拿啊，内面底足侪圆箍仔的嘛。圆箍仔嘛，毋知迄是啥物物件。到底讲法是啥？小去想看觅你当阵算的当下，啊，搁听因讲来。我甲恁讲啦，恁咧算这物件的时阵，是毋是会一支脚安尼举起来，做这个动作呢？这个动作叫做抢鼓擂，所以呢，这个名叫做抢鼓擂哦。抢鼓擂，因为安尼嘛，会撸啊嘛。一支脚呢？啊，白写写你安怎讲？白写写讲来，互你知，这个动作叫做抱，所以呢，你手内有摕一个圆箍啊。要甲伊牵出去的时阵，就是抱箍啊，安尼你知影无？抱箍啊，抢箍嘞。抢箍嘞，咱做伙讨论一下。红记记，啊，你感觉咧？你感觉？阿全，因为你较有伫算，你100块嘛，你知影？你定你开100块，你偌久会去算一届？一个月。一个月，安尼你来讲较准。嘿。我感觉是红记记讲的。你敢是红记记讲的？我知你有咧爱我啊。所以恁选择的是红记记。敢安呢？是白写写。不要紧，你看红记记安尼甲你对，哦，你看你安尼共喷甲安尼。你的分析呢？较动作啊！对啊，
啊，来，不要紧啊，你嘛是表现了非常的优秀。好，安尼恁得到一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哦，啊，到底抢箍嘞是啥物游戏啊？啊，就是咱细汉的时阵会翘一支骹，啊，伫遐跳厝跳街啊，跳厝啊，跳街啊，迄就是抢箍嘞。枪口嘞，安尼有了解无？了解。了解。好，不要紧，嘛是有半个金箍箍，有2届会当选择保重机会，敢会对咧？现来啊！真高啊啦！哦，摕到2届的机会。好。哦，啊，毋过嘛是一半啦。啊，恁感觉倒一只动物较古锥咧，较有可能是迄个保重咧。哦，倒一只动物你感觉较古锥？对啊。想者，你想要选倒一个动物呢？应该是9号。倒一个咧？好9号。阿酸，你想要选倒一个9号。 9号。派嘛想要选9号。啥对9号就有感情的，是毋是？因为伊就古锥，伊有苗栗的。伊苗栗的。安尼恁小囥起哩，啊小感应一下，到底敢会是伫个9号的身躯顶？请起来！好快！啊！剩一届机会。你拄只，你是讲9号，是讲？毋是，我是讲我是讲哦，啊9号啊，甲苗栗关系真大，因就甲饲落啊。我找一届机会啊呢。答案吼，伊生做啥物款？伊毋是足大的，是足大的。伊狗无共款，我会飞，嘿，伊狗无共款。同款。这。哦，这。哪里哦？哪里啊？袂飞。哦，请甲手囥起。确定是哪里？确定。有信心吗？哦。请起来。呀，拜托。颁奖！咱得到木造的倒椅。哇，真赞，得到真好的奖品哦，木造的哦。啊，恁敢捌算过这种佚佗物啊？有哟，有介意无？介意。真介意哦。敢有啥物特别的感想？阿全你感觉咧？还是有啥物游戏你特别感觉真好耍的？倒一项？感觉迄个落鱼啊，迄个就好耍。好鱼啊，迄个真好耍哦。阿田你感觉咧？足紧张的。足紧张啊！啊，毋过恁拢笑啊，感觉拢真好耍啊。表现甲足好真真好。啊，加派咧？会使学台语。是，赞。学台语，佮摕礼物，真好。啊，玉环呢？足紧张的。紧张。啊，但是嘛是真好耍，对毋对？对。哦，透过游戏来学台语，是毋是非常了不起？欢迎！